台11线公路，在太平洋甲海岸山脉中央行过，期间有一个盐寮部落，现主时已经看无原住民的影子，汉人伫遮开饭店、民宿，运用海洋资源做观光旅游。无讲咱大家毋知影，遮有一组真出名收件专门课的，毋是红头仔西讲，嘛毋是道士客单，是汉阳大学正科班的老师苏教授所组成的苏鹏基金会，毋是带观光客耍海水，是透过上课甲实际操作，带领所有的人甲海洋相处。只要一天的课程，毋管原来对海水有偌惊，保证收件收甲离离离离。海洋立国是一种思想观念。地球有70%的海洋，在外太空看地球，海洋才是咱这个星球的色彩。为这个比例来看，有健康的海洋，才有健康的地球。特别咱是海岛国家，保护海洋，就是保护咱的国家。推动思想观念、建立文化，永远是上艰难的工程。苏教授甲基金会志工教练，是海洋立国这个文化工程的种子。离开花结籽，还佫一段久长的道路。苏教授总是正面看待未来，正面面对海洋。将失去热爱海洋、意外过身的后生，迄种挂心的伤痛，藏伫心内，将笑容、亲近海洋的快乐，带予每一期的学员。这几年，世界流行铁人三项运动，苏教授甲基金会本予追手，因有家己的台湾三项。爬玉山、修日月潭、个人力船过清水断崖，希望取去一代又一代的台湾少年家，将这三项当作成人礼。咱会当想看卖，这三项，这世人你想要完成几项？